歡迎收看客家網絡學院每日一行二新聞。客家委員會副主任畢業范祖明5月28號來到雲林縣潤北鄉東興國小，尋覓了解蕉岸客語教學資源中心執行情形，同雲林縣政府韓國學教團隊進行交流對話。范副主委表示，蕉岸鄉係雲林在地珍貴嘅客家語言資產，面對流失危機，中央同地方社會各界天所愛同心協力，爭做得本也按貼片嘅強調，地教業同社體再個展現生命力。范副主委講到，感謝雲林縣政府教育處第第一線3萬投入蕉岸鄉嘅保存同推廣工作，未透過教學資源中心發揮協調嘅作用，本天推動各項語言同文化傳承嘅工作。校委會堅決推動客語生活學校補助專業優點，補助東興國小成立蕉岸客語教學資源中心，希望透過課程研發、師資增能、文化推廣同資源整合，幫助太多嘅人學習韓國傳承也珍貴嘅文化資產。以上係客家網絡學院嘅報道，接下來對教大家今本日嘅每日一行二就係腔調。台灣嘅客話有幾下種腔調，台灣嘅客話有幾下種腔調，唔好為忙啊，下禮拜爭來了。